年母。阿母，我拜托你，你莫为难我好无？我拜托。我袂为难你，我对不住何家的祖先，我只有当面向何家祖先下罪，甲犯规，阿母，阿母，哎呀，那歹看啦，当时你嘛安尼话袂讲的。亲家不好，我完这些世界有什么路用？不如我死。你莫安尼啦，你莫安尼啦，那个，我不要做。自细汉我就足疼你的，你叫我莫离开故乡，我连较远的所在我都不敢去，为着要完成阿爸甲阮大兄的心，我真无简单，才买到这条船，想要来讨海，我是为着啥个？我希望我会当改善咱家的生活甲环境。阿母，我求你，求你让我完成这个小小的心愿。阿母，拜托。阿母，我拜托，阿母，我求你带，阿母，你带。文仔，你抬头起来看恁大嫂，还阁有手足，你敢愿意看何家有一门三寡妇孤苦伶仃，安尼活伫这个世界？你甲手足的囡仔也袂出世，就算我阿母无你的要求，你莫去讨海，你莫去讨海好唔啦？阿母，你无啊？阿母，阿母，你莫安尼阿母。哎呦，老东西，莫阁伤心啊啦，想较开咧啦，来转啦，来转啦。船长，拜托你，甲我考考文仔啊！好啦好啦，也无法等下才有那甲讲出来啦吼。叫阿母，叫了，这人叫了，你来有病。你的心情莫当完全了解。来，很好啊，很好。阿母啊，甲文仔啊咧。我已经有请阿母，大家咱咪出来。好好，安尼啊。阿母，来，坐咧食饭。你啊讲，我有煮你上佳爱食的沙拉鱼汤咧，哈。那阮知影安尼，就是讲有山珍海味，我嘛食袂落。阿母，你莫搁再生气啊！毋是讲文才听讲要五用你，伊嘛是想讲，看会当完成阿爸的心愿，摕趁淡薄仔钱，甲咱这间祖厝翻修啊。对啦，阿母啊，这是文才的苦心呢。你想看卖啊？互咱的何家有家己的时阵啊，安尼，咱的祖公阿祖嘛足欢喜的呢。再会啊！你敢袂记？你红婿文馨仔是安怎死的？你大哥是安怎死的？你敢拢袂记啊？是？我无希望好好文才啊，甲因同款。阿母，你莫安尼讲啦，迄文才看起来足有福气的，无生一个短命的人啦。袂啦吼，袂啦。话明安尼讲，万一人三长两短，看是要安怎就好。咱何家敢若剩伊尔，咱无迄个本钱，无迄个性命，搁去到大海大车行。小主，你讲对。你讲阿母是毋是应该阻止文才啊去讨海掠鱼？哈？你。
山头。彩虹啊，咱好家得要全子全孙啊！彩虹啊，我对不住你，对不住我家做公啊！阿母的意思是爱你袂做。袂用紧，我啥物代志拢答应你，独独这件代志无答应。文才，你都毋是这款人啊！平常时啊，你安尼啊友好，是安怎独独这件代志你袂晓顺阿母咧？我再讲，人伊嘛是为着你好啊。我知影伊为我好，我嘛是为大家好啊。小主，连你也无去支持我。我哪会讲无支持你？只是阿母伊遐尔啊坚持，而且要用死来阻止你。咱做囝儿的人，敢免讲派着不好的罪名，硬要安尼去做甚？哦，为着要尽一日好日，我所有一切拢要放弃就对啦。啊，毋是安尼讲啦，我是咧想讲，人拢看我讲体谅阿母的心情，有啥物人了解我的苦心咧？连这样的代志也无法去做，敢有想讲这是我甲阿爸甲阮阿兄一直想要完成的心愿上？你较细声好。你若是想要行船，嘛免叫你一时啊。你想看嘛？阿母这世人伤寒，辛辛苦苦将你甲阿兄强养大汉，想得到阿兄遐尼早就过身，打算你若阁毋听伊的话，你想讲伊会偌怨叹？啊，无恁讲，我着安怎做恁才会满意？叫我莫去行船。好啊，安尼买船遐贷款是要安怎还？以后的生活费用是要倒位来？哦，甲我别当厝内面，我就是一个孝子。这回若无顺利的伊，过去所做的拢白费啦，拢假的就对啦。我知影你心肝内真压杂，我嘛了解阿母真痛苦。不过我伫你甲阿母中间，我是要甲什么人斗相共咧？哈叔公，你也唔听我苦劝，你是要叫我安怎做人啊？半冰过引起阮明日草原一阵一阵。为前程苦情啥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叔叔，我明仔载吼，落去找菜菜市场啊，张医生参详者。阿母啊，那你找在地场啊是要创啥？我叫伊讲甲经几只吼，迄猪母，猪母吼饲了会生猪仔囝，咱着好饲猪趁钱啊。哦，我知影，阿母你的意思是饲囝失望转饲猪，安尼是毋是叫做饲囝不如饲猪？菜花啊，你是咧骂文才晓啦？哈，我嘛本知，无啦，我哪有咧骂伊？菜市场啊，余生啊，菜市场啊！啊！是走马走，你话要吵死，今仔地上毋是禁多了啦。有睇，老大，老大，你讲迄日早甲恁找来，啊无啦，我就是讲吼，要叫恁爸吼，打选这5只猪母啦。系啦，还要创啥物？创啥物？哎，5只猪母吼，阮准备要生猪仔囝，一摆来买5只，就比一只搁生较济囝，安尼生较济猪仔囝啦。哎呦，阿母，你若要买5只猪母吼，不如买20只猪仔囝哦。我算互你听吼，这5只猪母吼，除了会当生猪仔囝以外，啥物路用都无啦，啊，搁这偌食呢。你若买20只猪仔囝吼，以后饲大了会当卖，猪仔搁会当生猪仔囝，以后猪仔囝搁生猪仔囝囝，哦，愈拖愈济哦，愈生愈济哦。毋过20只猪仔囝比5只大猪母较贵了。较贵是较贵一点啊啦，啊，毋过安尼恁较会好呢。哎，我念啊，
那我即摆想要买猪，要买那只猪母，但你家己一个人买猪仔叫，想要创啥话啦？你阿爸，你是知影啥？你莫管啦，你管这猪仔就好啦。我英啊，我问你咧，我若甲你买20只猪仔囝，是毋是甲你比甲你买大猪搁较好趁？趁钱有趁啦，啊，阮是趁钱嘛，你是趁以后啦，大家拢趁钱啊。好啦好啦，无就安尼决定啦吼。吼，你再甲我选。好啦对，啊，奖金唔摕互人啊。有什么可用？恁啦，那老先别讲你。好啦，好啦，你看人家算好啊。歹势啦。啊，无阮来去吼。我顺了。即摆就要走哦，这是大瓜啦，我袂煮好，咱来食早顿。来啦。免啦，遐讲话上食。我吼，去叫拖水师啦，加猪条加起2斤啊吼，听再放猪啊。哦，对啦对啦，哈，我应该来去做。好。就惊好吼。啦，再过来啦。我咧，咱这个卡车，可能咱载5只猪啊，这拜20只是要来载啦。阿爸，你是知影啥？20只猪仔囝，搁5只猪母，你加趁偌济，你知无？哦，你这查囡仔头脑都袂歹啊。阿母，我愈想愈唔对呢。我感觉迄个月英啊吼，是有够巧啦。是安怎讲？你甲想看卖啊讲，咱安尼一捆头吼，家买20外只的小猪仔囝对无？啊，万一咯，莫讲啥万一啦，咱若饲迄20外只的小猪仔囝，是毋是爱加饲足济饲料？啊，万一若饲袂活咧，啊，咱毋是加了诶。嘿哟，啊，搁有吼，啊，伊安尼一捆头就卖咱20外只的猪仔囝吼，是毋是比伊卖5只的大猪搁较好趁？吼，迄个因为实在咱来遐做就是收尔啦。会晓拍算的查某人吼，后摆啊才会当安尼王家应付啦。我看吼，拄一家人若娶着伊哦，嘿，会人跳兴旺哦。人跳兴旺，哼，我看是家欠不灵哦。为前程苦情谁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，诉人心头酸，为咱心矛盾。半边过引起阮迷日草烦，一阵一阵。你敢我咧看无甲？有一门三寡妇，孤苦伶仃，安尼活伫这个世界。诉人心头酸，为咱心矛盾。半边过引起阮迷日草烦，一阵一阵。哎呀，文仔呀，你好，自我介绍，我叫做丁成才，因为安尼啦，船长吼，介绍我要来做一下生意。我是讨海，我哪有做啥生意？小等，怎么？安尼啦，当话底讲啦，你来准备卖偌济？卖船，我哪要卖船啊？俗语人直咧讲，麻食麻不熟，熟食不可麻啦。当昨迄款情形，我也拢有看啊。相信这台船哦，从今以后无人敢买啊，归去啦。拄着我这铁器材啊吼，趁讲这台船还阁新鲜啦，我甲你顶起来啦。唔买啦。文仔啊，卖啦，我跟你讲啊，好啊，咱大家讲啦吼，介绍好讲话啦。照我所知影吼，你这台船是去标货啊啦，等你回头啊浪去啊，哦，还嘛共借袂少钱啊，安尼啦，算我衰啦，哦，尾后我来负责啦。要若无恁查某老的，嘛无互你讨海啊咧，对无？最后这台船的结果嘛是爱用拍卖。你咧后白讲啥？我的船无卖啦。讲一句较歹听咧，等你这台船啊，剩我铁器材啊敢买尔哩，
啊，啥物人敢爱？你搁送人就无人敢爱啦。啥物人知影讲这台船出去，啥物时阵要冰船？你咧后白讲啥？你甲拍清水，你看拍！我就是袂放心，我才走来啦。你莫安尼，是嘞是嘞。邱总，你知伊偌苦啊？讲咱白河啊，咱会到路，讲咱会船驶出会变船。你啥讲我白河啊？你啥讲我有话？你明明走家己当兵，唔知好人心咧啊！你啊衰小船，我是爱斗三人咧，好啦。斗三人啥？算讲我目睭顾着喇叭啦。你讲这话，你我会拍。邱总，你别走，我今日不帮你走。走，邱总，走，我怕死啦。用我小母的意思，我求你，你莫安尼啦。多谢多谢，有哪钱？多谢多谢。你也较细致啊，唔通讲无去哦。哎，你这位太太，你是拄无爽快心？无啦，有一点仔忝伫。这位先生，想要麻烦你一下，想要探查一个人。张坤荣，伊是你什么人？今仔老伯，你这位太太，他伊已经搬入去遮因真久啊。伊果是一个无辜的囡仔。你别来面坐一下啦。哎，你看，你是要怎样？这位先生，拜托了，咱家风敢有第一。有，来，我吹两下，来，我来行，来，走，来。较细致，较细致。来，安尼弟弟来，哈，来，弟弟。哦。哇，你要下来啊哈！我讲吼，先掠这几只来，听下你后壁几只人起好了吼，我若把这个村的起好上来哈。好，希望你真正是真正吼，要较后生哦。好。仙啊！哎，对啦，像你的脚算安尼圆滚滚吼，后摆一定会老死啦。多谢你哦。嘿，高兴哦，下底啊就刚刚困了，哎呦。阿姐啊，来饮粉水啊。多谢，我先来你。哎呦，求助啊！来，你倒水啦，我摕个人水啦，我真来照顾。我摕人啊，等下人去闪着，我要安怎？我的宝贝孙啊，伫咧内面呢。为前程苦情谁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什么代志？阮知，阿母已经拢安排好啊，照伊的计划伫咧行。我看讨海的代志吼，也是顺利。伊的意思是爱咱斗阵饲猪。饲猪到当时才会趁钱啦。啊，海里鱼虾遐尼济，记在咱咧掠。我嘛想讲讨海2-3年啊，会当改善咱的生活，互大家较好过者。我是倒位咧唔对了。你无唔对，你有信用，外来要分享受的，我也无爱。我宁可食安糜啊，搅盐，打菜某囡仔，咱一家人会当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来过日，安尼我就真满足啊。我再讲，恁爸要过身的时阵，我也有答应，要互咱好家认真行乐。我毋茫讲恁兄弟啊，会当为好家开枝散叶。恁阿兄已经过身去，你敢要甲伊共款心？安尼，我哪会对得住好家祖先？要安怎靠恁老爸交代？
这件代志我真坚持，无论安怎，我都要延续好甲这帮香烟。